距離講緊內需主導呢4隻字，洪生你覺得仲有幾遠呢？同埋上一節我哋都提到啦，點從成個配套去做個內需呢？用內需主導嘅話，就係話內需佔 GDP 嘅比例去到7成以上。咁發達國家嗱，譬如話美國啊、歐洲啊、日本啊，都係去到8成以上啊。咁所以如果你係要去到嗰個 level 嘅話，我相信可能要10年以上先可以去到啊。咁所以咧，雖然短期你有呢啲內需刺激嘅政策咧，但係你亦都好難話市場馬上就可以反映晒呢個長期嘅影響。但係推動內需，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因素啦，即係你話可能要從個結構上、成個制度去做調整。咁但係當下我哋可能最關心嘅，好似仍然係個樓市係嘛？樓市會唔會覺得都仲係嗰個好核心嘅問題？我見到樓價一日未見到見底，冇反彈，其實我都可能好難憧憬到成個經濟有機會反彈。即係呢個會唔會係短期要解決？但係解決又好似好難喎，因為啲行咧成日都話可能等到下年啦，或者再褪多2年啦。咁其實好難判斷到其實個樓市點樣先見到底。可以判斷到嘅，因為日本嘅樓市就係泡沫破滅之後跌咗80%啦，見底啦。咁我哋而家跌咗未有50%嚇，我哋而家跌咗1/3嚇。咁各位可以諗下。咁同埋咧一個所謂嘅呢個經濟周期啊，咁其實係佢一個槓桿嘅周期。咁我哋睇到咧，即係日本嘅泡沫咧，喺90、91年嘅槓桿率見咗頂之後，咁然後下行咧，一直去到13年左右，咁佢先係完全行翻出嚟嘅。咁但係佢經歷咗20年左右嘅時間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所謂嘅 lost decade 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如果各位睇下我哋中國嘅槓桿率 GDP 比槓桿比 GDP 啦，非銀金融嘅非金融類嘅私人部門嘅槓桿率仍然係歷史最高，仍然未有下降嘅。即係我哋去槓桿，雖然我哋樓市開始跌啦，但係去槓桿嘅過程係未有開始嘅。咁所以感覺呢個就見仁見智。咁但係你話人哋行咗20幾年嘅去槓桿嘅心路歷程，我哋2年可以行完，咁我就覺得可能係有啲痴人說夢啦。咁你話嗱，我哋內地樓價而家跌咗1/3，即係如果以日本嗰個調整嚟去比較，就跌咗1/3啦。需唔需要去到佢哋嗰個咁嚴重嘅地步啊？即係要回調咗80%喎，仲要人哋嘅經濟迷失咗20年喎。即係早1-2年其實都有啲經濟學家就話啊，中國需唔需要步日本嗰個情況，就係個經濟同樣要迷失？你覺得我哋需唔需要迷失咧？同埋迷失係咪要以年計？以10年計啦，係10年計。係啊。咁因為嗱，其實亦都好簡單嗱，就算我哋唔睇啲咁嘅指標啦，呢啲金融嘅指標啦，咩槓桿率，我哋唔好睇。咁我哋淨係睇我哋每一年嘅城鎮化產生嘅對於新房嘅需求。城鎮化每一年產生對於新房嘅需求咧，其實大概係5億平方米，4到5億平方米左右嘅啫。嚇，呢啲有數計嚇，因為你每一年入城幾多人，每一個人嘅人均嘅住宅面積係幾多，咁你就可以計到出嚟㗎。咁除此之外咧，咁我哋要睇下我哋個 inventory。咁而家喺市面上未有賣出嘅 inventory 咧，即係未賣晒嘅咧，大概係有按照而家嘅銷售速度嚟講咧，大概有2到3年嘅 inventory 可以賣嘅。除此之外，仲有好多 under construction， 即係喺度建緊嘅，喺度在建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將呢啲所有嘅嘢賣晒，同埋仲未有考慮呢個二手市場，咁你諗下呢個 inventory 嘅 overhang， 即係呢個供求呢個庫存量有幾大啦？你諗下啦，咁呢個肯定係幾廿億平米嘅，至少幾廿億平米。咁你需要幾多年去燒晒呢啲庫存咧？起碼5年 plus 先可以燒晒。咁假設我哋而家大概係7到8萬億人民幣嘅呢個每一年嘅銷售量啦，咁我哋去翻呢個可持續嘅4到5萬億嘅銷售量啦，咁淨係銷售量都仲係要跌20%、30%左右。咁去到4-5萬億嘅時候，你要清晒市面上所有嘅 inventory， 咁你大概需要7到10年嘅時間。嗱，按照而家速度嚇，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啲所有嘢都有數計嘅，只不過係即係大家乍睇唔到嘅啫嚇。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將呢啲數字同埋呢個經濟嘅形勢去客觀咁樣去對待咧，咁先可以得到正確結論。
咁如果樓市你覺得要咁耐時間先見底嘅話，會唔會其實要真係拉高個內需，甚至做到叫做內需主導嘅話，都係事倍功半呢？即係要可能解決呢啲深層次樓市啲嘅問題，先可以個內需先可以跟住上呢？會唔會都係以10年計嘅一啲計劃呢？內需主導呢4個字。咁我哋樓市好嘅時候，亦都唔係內需主導嘅經濟，亦仍然係一個投資主導嘅經濟嚇。咁假設而家樓市唔得嘅話，我哋會唔會係因此而變成個內需主導嘅呢？我覺得更加難啦，係啊。咁所以我覺得而家暫時未有呢個條件去作呢個結論。咁同埋咧，我哋啱亦都講咗喺上一 part 都講咗啦。咁除咗我哋要做呢個社會保險啊、社會福利啊、醫療保障啊等等等等啦，咁其實房價嘅下行可能並不係一個壞事嚇，因為以前大家攞晒所有嘅積蓄去買樓，係而家反而咧剩翻啲錢可以攞嚟消費，可能佢唔係壞事嘅啫。咁所以咧，你話點樣去刺激消費喎？咁中國嘅文化上下5000年，我哋從來都冇消費過嚇。我哋好中意儲錢，因為中國呢個大地嚇長年兵荒馬亂啦，大家窮到慣，所以咧係習慣咗用儲錢呢個方式咧去 manage 對抗呢個不確定性同埋風險嘅。咁所以咧，就算喺我哋嘅中國經濟佔世界 GDP 最大嘅時候，佔咗30%幾啦。清朝嘅時候，我哋仍然係一個呢個投資呢個出口大國㗎嚇。因為咧當時中國嘅呢個貿易嘅 surplus 係佔咗全世界所有國家嘅 surplus 仲要更加多啊嚇。咁所以導致到當時亦都唔係一個消費大國，反而係一個出口大國，一個製造出口大國嚇。咁當然我哋當時出嘅就係咩絲綢啊、茶葉啊呢啲咁嘅嘢啦。咁所以當時導致到清朝嘅時候，全世界所有白銀都係向中國流嘅。你話中國嘅貿易嘅盈餘有幾大？咁亦都導致咗外國因為要搶佔呢個中國市場，強迫清政府打開中國市場，咁先發展成為鴉片戰爭等等等等，強迫你開放呢個長江上下有16個港口等等等等。咁呢啲都係歷史啦嚇。咁其實我想講嘅就係話咧，我哋中國歷史上下5000年咧，其實中國人好中意儲錢嘅，因為儲錢係我哋文化決定嚇。咁你話1年2年，我哋用呢啲咁嘅刺激，你可唔可以改變呢個文化基因咧？我覺得就好難。股市咧，如果透過股市，即係大家就話，喂，舊年9月出咗啲組合拳之後，個股市就反彈啦。即係去到今年年頭，又另一波就係講緊 AI 去驅動嘅一個股市嘅一個上行嘅一個行情啦。透過股市嚟去製造財富效應呢一樣嘢，即係短期內大家可能賺多咗錢，使錢鬆動啲，呢個奏唔奏效咧？但係你頭先又講到，即係你望翻11月份啲數據，增長得嗰1.3%，咁啊，似乎又好似 last 得唔係好耐喎呢樣嘢。如果你話如果可以谷大股市咧，當然係有用，有好大嘅幫助。咁呢個嗱，我哋可以計翻條數，房地產嘅總市值喺呢個爆破之前，喺2021年嘅時候，總市值大概係450萬億人民幣。而家跌咗1/3，就係跌咗150萬億，所以而家房市係300萬億人民幣嘅價值嘅存量。中國嘅股市全部加埋嚇，包括中概、包括港股等等，咁大概係150萬億左右嘅人民幣嘅咁嘅存量。咁如果中國股市升1倍，嗱，我哋而家上證係4000點嚇，我哋谷到去8000點，咁翻1倍。咁你話會唔會一定有財富效應嚇？咁所以咧，我哋亦都睇到07年同埋呢個15年嘅時候，亦都係我哋中國人呢個消費信心最強勁嘅時候嚇，整個民族嘅自信心最強勁嘅時候。咁所以咧，谷大股市肯定有幫助。佢不僅僅係幫助呢個消費，幫助自信。咁同埋咧，佢喺呢個家庭嘅資產負債表受損嘅情況下，因為我哋啱話房地產跌咗150萬億啊嘛，咁你而家股票俾翻人150萬億，咁你個成個資產就谷晒起身。咁同埋咧，股市參與嘅門檻係遠遠低於房地產嘅。咁所以咧，股市嘅財富效應係可以俾更加多嘅人民群眾去享受。咁所以咧，如果係有
直接嘅政策下去谷大股市嘅話，咁我相信係一個非常大嘅利好。咦，咁會唔會嚟緊啲方向都可能喺資本市場着手呢？見到內地近期亦都有下調到啲險企嘅投資股票嘅風險因子啦，大家覺得可能啲險企會釋放多啲長期資金擺入去股市度啦。然後券商中證監都話要鬆綁啦，拓闊佢哋嘅槓桿空間啦。呢啲係咪都係頭先講到話推動啲資金入市，希望先從股市着手啦，可能有個財富效應間接利好到消費又好、樓市又好。呢個方向係咪嚟緊可能短期甚至兩會一個好重要嘅方向呢？呢個事情以前都發生過啦，即係鼓勵呢啲險資入市啦。咁險資亦都係長期嘅一個參與啊。咁但係鼓勵咗半日咧，我哋見到險資嘅 allocation 咧，其實係有所增長，但係冇增長咧，遠遠低於預期嘅。因為我哋唔好從一個外部嘅原因去睇，我哋點樣去谷大嘅股市啊？咁我哋需要做嘅就係話，我哋上市嘅公司嘅質量要更加好，我哋嘅盈利嘅增長要更加快，我哋對於上市公司嘅治理要更加嚴謹，同埋咧，我哋對於公司上市嘅呢個過程要更加多嘅支持等等等等。咁其實呢啲先會喺從根本上咧去改變整個股市嘅大環境。如果你淨係通過一啲刺激，譬如調大因子咁等等，咁人哋保險公司投資嘅時候，咁佢亦都有 investment case 㗎，佢唔係話你嗌我投我就投㗎嘛，因為蝕咗錢嘅話，咁啲投資者同埋啲買保險嘅人，佢會受損㗎嘛。OK，不如同我哋做一個小嘅結論啦，就係其實你覺得大家炒政策憧憬嚟緊有啲大招出，呢個方向啱唔啱咧？好冇因為咁樣而炒高個市咧？我覺得而家個市暫時遇到一啲阻力啦，因為畢竟我哋都喺呢個25,000呢個位咧上下徘徊咗好耐啦。咁同埋咧，其實我哋最近亦都有一啲好嘅消息出現啦。雖然數據差啦，咁但係我哋亦都睇到有好嘅消息出現啦。譬如話你啱講嘅調大因子啦，咁其實呢啲都係利好嚟嘅。咁但係我哋嘅股市咧當升不升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就係比較弱㗎啦。咁所以大家要有耐心啦。咁好嘅地方就係話我哋中國股市仍然好平，全世界低配中國股市。同埋咧外資咧雖然相對嚟講比前幾年咧係更加 positive 啦，咁但係仍然係睇空我哋中國股市。咁其實呢啲都係有利於我哋呢個中國股市嘅呢個趨勢延續㗎。咁所以我覺得至於政策去博弈下，你要博佢出政策，咁其實大可不必嚇，政策一定會有。至於佢超唔超預期，咁呢個就係另外一碼事啦。咁投資者咧需要有耐心嚇，度過呢一段呢個混沌嘅時期嚇。OK，咁傾住咁多先啦，轉頭我哋又再講下咧外圍方面嘅市況啊，一陣。翻嚟節目時間啦，先跟進翻港股方面嘅情況。恒生指數咧高開咗咧136點之後咧，升幅一度收窄，去到得翻40零點啦。不過而家又升翻過百點啦，升緊117點，報25,616點。內地股市亦都係向好啊，上證綜合指數升緊19點，深證成分指數升幅咧有1%，升緊132點。睇下活躍港股嘅方面表現，恒生中國企業咧升緊3毫6啦，盈富基金升1毫4，阿里巴巴升6毫子，騰訊升幅挨近1%，升緊5蚊。長飛光纖光纜咧繼續做好啊，今日升幅咧有成雙位數，升緊1%。排第6位嘅有南方恒生科技，升緊3仙半。另外小米方面就升緊6毫子。美團升3毫子，地平線機器人啦，升緊6毫3，升幅咧超過7%。中芯國際就升幅1.4%，升緊挨近1蚊。睇埋其他藍籌股表現，匯控咧升緊9毫子，報119個6。友邦升近1%啊，升緊8毫子。中移動就逆市向下跌啦2毫子。港交所升2個4，煤氣就升幅有1.1%。
好，翻嚟我哋咧講下美國方面啲數據啦。咁啊，早幾日出咗呢個非農就業數據之後，大家就望住 CPI 數據，有冇多啲啟示俾大家睇緊嚟緊1月份啊，或者打後啲月份嘅一個貨幣政策會係點樣走？有冇機會真係可以做到減息呢？1月份都咁啊，見到美國嗰個最新 CPI 數據咧，11月份呢就升2.7%啦。咁啊，低過市場預期同埋9月份嘅3%嘅，好似幾好喎！即係見到個數字就叫做升幅放緩當中啦。咁啊，如果你望埋嗰個扣除能源同埋食品嗰個核心消費物價指數咧，按年就升2.6%，亦都係低過咧市場預期同埋9月份嘅數據啦。哇！大家好似好嘩然啊！哇，咁好嘅咩？即係隔2個月，點解嗰個通脹突然間放緩得咁多？但係個數據當中有冇啲乜嘢蠱惑嘅地方，我哋可以留意下咧？好多都係靠估啊。咁嗱，我哋見到咧就係呢個房屋居住嘅呢個租金嘅升幅啦。咁其實係冇一個實際數據，咁所以咧呢個勞工處咧係假設佢呢一個房租嘅升幅係零。咁啊即刻嗱，咁因為房租升幅係大概整個 basket 嘅1/3啦。咁所以咧你假設佢零嘅話，即係1/3個 basket 都唔升嘅話，咁你個物價指數肯定好好睇嘅。咁所以我覺得損費量非常大啦。咁但係因為暫時嚟講，市場亦都冇更加好嘅呢個數據啦，去顯示啦。咁同埋政府停擺個幾月咧，咁其實佢嘅影響佢會持續一段時間嚇。咁所以接下落嚟，如無意外嘅話，我哋仍然會見到呢個消費物價數據呢個係比好預期嘅。咁睇落咧就好似一個美國係冇通脹啊。咁但係你係去過美國都知道，朋友知道而家美國通脹離晒譜，所以喺通脹下行到21年最低嘅呢個情況下咧，我哋美國有個嗌做 affordability crisis 呢個大家都買唔起嘅，所以好多嘢都買唔起，所以變咗 affordability crisis。咁所以呢個好明顯就係話體感同埋呢個經濟數據，即係經濟入邊嘅實際嘅體感係同個數據係有好大嘅割裂嘅。市場好似嗱，當然美股就炒起咗啦。咁但係市場其他人士點樣睇咧？大家都成日近排就話係咪影子聯儲局主席哈塞特咧？當然佢未真係有得坐定嘅，即係仲喺度最後一輪嘅輪選當中啦。咁但係就話個數據好得令人吃驚啊！咁但係當然佢梗係話聯儲局仲有好大嘅減息空間啦。咁啊，另外啲大行就話，譬如大摩咁樣就話呢一個11月份嘅數據就加深咗咧，大家對於美國停擺令到數據出現問題嘅一個疑慮啦，同埋都質疑佢哋嗰個方法點樣去採集數據嚟換算得嚟嘅嗰個結果當中都有個質疑嘅。富國銀行就話數據波動比較大，咁好難得到一個好確實嘅通脹嘅結論。頭先你提到話其實可能嚟緊嗰啲月份可能參考性都不大，咁係咪換言之，其實1月份我哋可能對聯儲局即係有冇機會再做減息呢樣嘢？其實應該會繼續減息嘅，佢冇得減嘅嚇，冇得揀嚇。咁呢個主要係因為咧，即係其實物價數據高或者低，因為好多數據係估出嚟，所以佢呢個數據睇唔睇都冇所謂嘅。但係你要睇嘅就係呢個失業人數同埋呢個就業嘅情況，反映係美國經濟非常弱。如果美聯儲不馬上減息嘅話，下晝我哋上一 part 講嘅觀點就係話，如果你要使錢嘅話，就要即刻使，唔好等到以後先去使嚇。因為如果係有通脹嘅社會入邊咧，你等到以後先使，你個錢嘅購買力會降低嘅。咁同埋咧，喺經濟出現咗一絲預兆嘅時候，你去走弱嘅預兆嘅時候，你去減息咧，佢個作用係遠遠好過你嘅所謂嘅 emergency cut。因為咧，如果你係進行 emergency cut 嘅時候咧，咁呢個經濟好可能就已經係開始出現好明顯嘅放緩，甚至係呢個衰退嘅跡象啦。咁所以美聯儲冇得揀嘅，佢一定會減息。咁同埋咧，亦都會繼續咁擴表。咁所以我相信市場並不係因為琴日嘅消費物價 CPI 好預期，因為大家都知道都係較飛嗰啲。咁更加多就係話我哋最近呢一排睇到嘅就業數據其實係弱於預期嘅，顯示美國經濟放緩嘅速度係開始
明顯咁俾人感受到。OK。不過見利率期貨暫時就都係1月份維持個利率不變嗰個機會率就暫時喺70%左右啦，同上日嗰個差唔多咁樣。咁啊，但係我哋見債息方面又好似唔係話喐好多。咁啊，睇嚟緊個債市會係點咧？會唔會都可能啲短年期，譬如2年期呢啲對利率敏感嘅嗰個息口仍然係趨向下，反而講緊10年期、30年期嗰啲都繼續有一個向上行嘅趨勢？我相信短端下行嘅速度會快啲咯嚇，咁因為降息啦，同埋因為美聯儲買嘅時候係 Treasury Bills，咁所以佢都亦都買短端，咁所以短端嘅下行嘅速度會快，長端亦都會下行，因為經濟喺度放緩，咁所以咧大家可能會焗住將啲避險資金買晒長端嘅美債，咁但係長端下行嘅速度係會慢於短端下行嘅速度，導致到美債呢個收益率嘅陡峭化，咁所以陡峭化咧，咁其實亦都係預示住經濟可能好快會放緩嘅一個跡象嚟嘅。OK， 講起債咧，都可以關注下一啲最新美國國債嘅一啲數據。見到美國財政部就公布咗咧，10月份即係唔同國家嗰個增持減持嘅一啲動作啦。咁啊，見到日本同英國就繼續係按月係增持當中嘅，而中國咧就減持啦，嗰個持有量咧就降至去6887億美元，個規模咧就係已經縮減去到08年金融危機以嚟最低啦。呢一個數據點樣去理解咧？你覺得中國繼續做一個減持嘅行動係基於啲咩原因？會唔會係有啲通常市場上好似普遍都係話中美關係啦，即係可能嚟緊都變得唔好，不如套翻啲錢出嚟，又或者係有冇其他原因？你覺得會係點？或者嗰個數字嚟緊係咪繼續會係一個減持下降嘅趨勢？你要睇中國喺度買緊啲乜嘢嚇？咁買金係啊，買緊黃金嚇，咁所以減持美債去買黃金，我相信呢一個交易，呢個換倉嘅交易，佢做得好成功啦。咁好明顯嘅，中國係賺緊嘅。咁我相信央行會繼續持續去買金啦。咁所以咧，呢個美債持有量繼續下行咧，其實亦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大家唔應該感到意外。背後嘅原因係咩咧？點解要去買金而唔繼續揸美債咧？因為美國政府今年嘅呢一個美債嘅呢個 outstanding 去到40萬億㗎啦。咁同埋咧，政府嘅停擺嘅呢一個週期越嚟越長咧，顯示兩黨對於呢個 physical deficit 嘅呢個態度係好難調和嘅。咁美國政府係冇得揀，佢只能夠繼續咁樣去借債，因此美債美元信用一定會持續下降。咁所以咧，你唔好等到最後一刻佢冧市你先去減持啊。咁係邊打邊赤退啊。咁所以我相信咁樣做係有道理。OK，咁啊傾咗咁多先啦，唔該晒洪生詳細嘅分析啊，而家先休息陣。